所以呢，心嘛要先稳，大行所以呢，因为新鲜，所以办法就是内心成长。那么要变呢，嘛是要对心变，我一定对这成长，对心成长，都不要做这个结论，所以第一在结论，你要真正在，你就来结论，稳然后结，第二个，领导这个是先成功。讲三件之间改变中之行动，之间不用之间就不用这个先进。讲三件之间，你等于小去做咯，要继续朝天去做咯。但不能无法行，无法行，一条路的边来就走不起来。要当初边来就走，一定来一步所以呢，你讲心哪变，所以就没办法。因为无心，自然就无法见所谓不传一切法，唯道一切心，所以咱来讲，一句话就是咧讲叫世尊软造法思想，不传一切法。世尊来讲，四万变成法就是为了但是境外四万变成的心变，所以这个心哪无力，就是讲这法。所以世尊来讲这法，就是咧做来见心用一切心无用一切法，就是咧讲这些心。心哪无成功，就没办法来成功。不能结，首先人这个是三。不能结，一个讲它是利，或者是坚，一起活到你了解，所以了解，所以是见所谓一切心，那么一切心，用一切心的何用一切法，就没用一切法。莫言在于话，有做在书讲我今晚老一句话，一句咧是虚故。我们大概谈过有看，物命人各变，那就照。所以我老是话，一个结果，讲互大家当了解，会当心入，安尼呢，咱家是吧？一人两人不一法，都免一切法，咱的心脑成一切法出来，不会法。物命人各变，家已经没个人理会，所以呢，从出结果来做出来一段时间，首先的这个经文，所以出结叫做自先出结，出结就是形容自先，出结就是形容今后，所以自先就是今后就是自先，所以你了解。这本书咧，咱讲的时阵，咱人讲咱为在现在嗰度都着孝顺大德，做出的方式，来提高。咱人讲一举中能为万百的效应，所以做成真好的条件，这是对咱本身每个人，唔是讲是要做大书的学生是干。对咱每个人做需要，所以互大人如果了解这部别句的意真正意义，自己就能自见，见智分享，咱了解这部的这个真正意义呢，自己就自然，就自然呢，咱见得你的本性，自然语言，语言先进的。当咱见主分心，你就当行稳，当行德，能够正行正行行稳，当然们正行，咱就当行稳，所以正行将来讲，第一心讲第一线，第一线第一天，遵于心中第一线，所以是天，
要求不尽，修身以所行，人的生命本地不重要。最后就是讲，会当赶紧修好你的自心，来担负这个时间，这个才是重要。这个简单来讲，结果真如自现，是真论，下见三道是魔，下来下来之时魔在下，见见之时不在道，现中下见三道相，即是魔来自相，见见之中三道相，魔变成分真如真如界的。简单来讲，真如出现，那是真如来。咱若咧讲到三宝呢，后些人咧宣传，咱个宣传，安尼呢，咱对自性我真正了解，那么咱就我重了解呢，出现本身来的就是真如，真如来的就是自性，这个一就是一，一就是一，咱来了解。小学生来到这个时阵，不是3年的时间，所以咱有当时啊，莫看我，看你来，看我看足济，你要记下，我这个朋友，几方面，伊是咱的钱，另外，伊可能有人做清楚，这个我做不来。阿姨工商我是教育方面，我因为做不是啦，我等于看小时讲，很少来，变后生啊，自己我咧问着教，来我嘛，我讲皇上在你个规方言让他转来，伊讲无啦，我到规方言，去记我规方言，也袂啦。我讲明明，你个倒时啊，你辛苦，我就叫你去，人叫人来互我，叫我做起来起来讲，你就是工商公话的，倒时啊都袂讲嘅，我等你叫你小弟来，拄着上，讲你钱嘅，就变成你也讲假，真正假，你都听无。我跟你讲，迄真假啦！而家讲就讲假啦，讲无睇你学到哪个久啦，而家真诶13岁假13，假，我迄假睇下假，我真正假，假一个讲啦，唔讲话啊，讲三话嘅意思，讲也讲唔听，讲伊嘅正事，等我怎么正事，我怎么正事，结果就打我正事，所以呢，咱来了解。自性中这个物件，都是真正的智慧。咱的真如就是自性的来源。下见三毒是魔，下见三毒贪嗔痴，这三毒，不加这三毒就是魔。王老先生讲，讲我啦，农药是毒死咱这个体。三毒是毒死咱的人，我也是讲的，伊讲真正在使用农药，正常毒就是农药，农药是毒死咱这个体，咱真正英文就三毒交同来毒死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绝对袂使就是贪嗔痴来。这个有先讲。波斯这个弟弟，那个他这个爱，贪嗔痴爱，这个我在民族写过，所以不加是讲下见三毒是魔，下面即是魔在下，下面即是咱个见见，下见到这个时候，这三毒是多来。当然是正见之时不在道，
你从正定的时阵，佛就是咱自性中的。社中性中社见三毒性，性中哪里社见？性中是自性的分类，咱知影，不过有时阵叫偏差，所以这是三毒性在，伫你自性中来就贪嗔痴，即是魔王来做啥？哪呢？这三毒嘅魔王呢？来自你的情观上。正见自主三毒心，你若正见，心若正见了后，三毒的心就过去，就不一样。自主正见，后来正见所以呢，空性简单啲咧，规个是规个不变，规个不变，规个不动，这规个以前西天严冬是三是三四个三个来讲所以呢，这比赛就不起来大家这个了解，正见自主三毒心，心若真正正见三毒心，魔变心佛，心无见，安尼魔变心佛，就是真。所以，要成魔，要成佛，是咱自这个心内的自心去坚定，咱这个了解。所以，做明做事到家来，拢直直甲咱讲，工作的讲，拢在讲咱的心的代志。咱安怎叫欢喜？咱怎样样当做出战？这个是咱的心的代志。所以，困住咱在做自己的代志。修德修心，办德行心，这咱就咱的做事来讲，绝对无骗人。就我到现在呢，要做大师，伊在讲就是安尼第二个，伊讲咱若社会知识，无就在社正见知识不就在道性中社见三毒心这是魔王来。正见自主三毒心魔变成佛，心无见所以了解，这简单，嘛做实际，咱会使严格不严格，这是圣人神论老路的不羁的一个前提来讲，出家是的含义是经营该用经营出现，所以经营来讲，你若唔知众生，唔知佛，唔知佛就是你未嘛是众生，你若知众生，你就我同你讲。经营该用经营出现，由教主来讲，经营出现，有这名就是来讲，由教主出现，经营出现，这是经营心中的经营，经营出现，这是咱经营心中的经营，好来了解。这个经营书在讲讲的时候，伊叫人爱看掉。你讲讲话，讲迄种讲话要有人看，这个东西讲你看就是要互你自信中做个人，互你自信自体来讲，所以叫做现，真如自信，这是真人心中的经论，真如自信是真人心中的经论。咱人讲，这字足简单，足简单，咁唔呀呢？咁呀呢？所以你看了解，圣人显露绝对有骗，人会当骗人，圣人显露不骗人所以以下见加贪嗔痴三毒，就是转弱的语境人绝对有这个下见所以。以前到修剪，修剪到心性，伊若好剪，伊就不出来。
伊叫伊个心的静无静，心若无静，心的修的，心的修的，心若无静，心的修啊，心修唔加上家庭，伊个咱是咱的家庭，所以做标准，咱爸爸妈妈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，咱的囝，咱的大囝，来讲爸爸最好，叫阮爸爸最好。所以，咱一定家己在心中，人的心中这个情分，能叫到的。以下讲这贪嗔痴这三道，就是断咱的根基。袂使对袂使有下讲，绝对袂使有贪嗔痴这三道。人想讲，我安尼想法要紧，人讲心肝。属于天文就绝对袂来想，伊心咧动，上天就知；心无咧动，上天嘛知啊。慢慢是安怎开始讲？我心咧动，天若感觉一人大家心咧动，上天甲上天会知，这是比较想。你若嗰种正正方面比较想，写起来写出来，真正。教来我们修得真正无，这个就是教来咱真正修得的真正无。那你怎样解？只要我们的心需要小利益的这个道，咱的心动了，心动没得了，心若动，小加利益的这个道，那道出来，上天就在。这就是我来教咱的方向。心既然动去下来，外就下来对象。无妄心，有这样道出来。哪来个？无脑筋，这样道出来。所以这选择啦，伊拢修天观是明白。伊个就是咱这个东西，叫。伊心是还原观，看到这个看你应该去，所以修原观，这这样重要，修原观。是原来。领导真关系关，无相像，咱一贯有公平观，有公平观，所以伫咧前，那么讲就是修行观，是明白，无拢袂当忍，要选择以前爱请就义，来请法师来讲，无呢？这个念头足紧，是恶的念头足紧来。所以只要我们的心只要小，加利益这个念头，就是我来到咱的方向。咱的天观内面呢，我的自益，所以来自修道以前是三四行很好啊，修道接受人，接受上天。一去了后，这个是一去了后，毕竟我是难讲啊，因为我是个比三之前，更加广大更加伟大，所以咱了解。无相像就到咱无就到，真正无相像的啦。迄是咱经常拢一摆看一摆，就咱看这世事，毋是为咱来看世事，所以咱为咱做充分开始来了解，然后就是。咱来了解时阵，有当时啊，穷人想法，所以我就分出来，良时就用咱的见解，良时就用咱的自行的分类来看咱的人观，来看咱的台湾，来看咱的年代。只要我们的心只要见义见解的良好的时阵，就是不在我们听成对。
受到他的介重要这件代志。就讲咱心一定要时时刻刻付出了正义甲正见的这个念头。那么咱若时时拢有正义正见的这个念头呢，就是福在咱的听当中，就是福在咱自身本体内底。心中有是起想的这个力量，现在若是来起这个想，来不正当的想念，贪嗔痴三毒，必然同时成立。这贪嗔痴呢，这是在讲呢，人是要减少的用的，嘛是你的心来减少，心甘模式，不甘模式是在这里。所以只要你人头若去想贪嗔痴就存在，只要你人头若去正义正见，贪嗔痴自然就不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。那这个是来教咱放下这个是什么？那贪嗔痴三毒的，你要造出来，就是来带咱显观的这个所在。心中就是正义、正义甲正见的力量，自身本体内面呢，升起了正义甲正见的这个力量，自然而然是除去了贪嗔痴三毒的心，这作出的，自自然然就除去了贪嗔痴三毒的心。就是这样，既然贪嗔痴三毒的心就要扫除去了，就不忙啊。反过来就变成一种福来教咱听得。既然魔无来，福自然就该造出来，这个道理。这样的转变变了解，这条转变是了解。咱若要修的人，真正都有准的人，你心不是叫菩提，正义正见，自然然就违背了贪嗔痴造出来，自然然就不一样。这样说，邪见要魔来，正见相合的，所以咱们了解，修炼过程中最重要就是邪见和正见。安尼，咱人生在快快乐乐，咱修炼在做心想，感觉讲人生来这世间哪有未来？真正无未来。安尼个时阵，比较成功甲成败，嘛是一日在过。那么在一日在过当中，你的心若乱，心若乱，安尼福就是自然是两无得来。安尼呢，讲不起来了，咱们对人生，发心报心是发心，三心本来是一心，若向性中连自见，即是生活菩提，本将化心生见性，见性相在化心中，成就化心生见德，当来圆满真无用。因性本是见性性，都应即是见性性。性中各处离无用，见性三难即是知。因心若有顿教难，不如自性见性出。这个人讲是来讲自拢无心嘛。伊个行业，伊个真正真理，嘛拢作显，拢处处拢来看。咱若不甲想，未了解；咱若甲想，咱嘛会了解。伊呢过去咱